龙甲狗。这只龙三尾巴，因为狗拢守卫甲目睭睭。这只龙拄到一只顾门狗，水阁漂撇，高强有礼貌，煞无细字行毋知路。公鸡甲伊掠好喙糊糊，龙的心内全暗路。是讲着爱相拍，这颗顾门狗才好汉草，狗野风威。龙就安尼采取假姿态去挖紧伊，甲伊开讲，甲伊抱，真好汉草伊学了。这个体格伊幸无。狗甲伊应讲：这在你啦，缘投兄。若要像我安尼勇壮，着离开树林，你的日子会过了真好。恁同类伫遐过甲足凄惨，落魄可怜，阁是过路的歹物。这款状况是会夭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拢无保障，无通食轻巧，拢着直底倒喙讨。对我来，你着有好将来。龙煞得讲：我应该做啥物？狗讲：啥物拢毋免，甲礼物互业滚仔的人才解讨，抱他厝内的人也着巴结主人。安尼，你所得的报赏会是各种青草、鸡骨啊、粉鸟啊骨，免讲佫会接接甲你说。龙已经得做幸福的美梦啊！这互伊感动甲哭出来。罗尼，伊看到狗的颔棍溜溜的所在，这是啥物？伊问：无啥啦，哈？无啥物？小事尔。是安怎啦？我颔棍挂的链仔啦，造成你看到的柳门。互人链咧？龙讲：安尼，你就袂当去你爱去的所在啊。无拢安尼啦，而且哪有要紧？这真要紧，所有你的食物，我一点仔都无爱滴，就算遐个价值财宝要互我嘛无爱。讲了，龙仔仙就紧溜旋走，干那飞。